哈萨克斯多地近日接连爆发骚乱和抗议活动，局势持续动荡。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外国干预必须尊重哈萨克斯的主权和独立。哈萨克斯总统托卡耶夫因该国当前局势向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请求援助。两一方面针对有说法认为美国是哈萨克斯暴力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美国白宫矢口否认，还反过来把矛头对准俄罗斯，声称这是俄罗斯散布的虚假消息。据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向全国发布开训动员令，重点是培养一支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据中国喉舌新华社1月4日报道，习近平当天签署中央军委2022年1号命令，发布开训动员令，要求中共军队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并提及练兵目的是保中共20大顺利召开。法国国民议会在周四凌晨通过了将健康通行证转变为接种疫苗证的法案。如果该法案获得参议员通过，所有12岁以上的法国人都必须能够证明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才能进入休闲活动、餐馆和酒吧、展览场所或区域间公共交通。除了进入卫生机构和服务之外，阴性测试将不再是可替代通行证。乌克兰法院已下令没收被控叛国罪的乌克兰前总统彼得罗伯罗申科的资产。身在国外的波罗申科表示，他将于1月17日回国与司法部长会面。波罗申科被指控从顿巴斯地区的亲俄分离主义者那里采购煤炭，犯有叛国罪和资助恐怖主义罪。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以色列外长亚伊尔·拉皮德中讨论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态度以及与伊朗有关的问题。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书面声明，布林肯和拉皮德中进行电话交谈，两位部长讨论了地区和全球问题。去年，中国储备了世界1半的粮食。国家粮食和战略储备局宣布，小麦库存足够全国1年半用。美国农业部预计，2022年中国将维持粮食库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全球69%的玉米储备、60%的大米储备和51%的小麦将在中国库存中。一个主要的人权组织向国际奥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其解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确保下个月北京冬奥会的官方服装生产不会涉及强迫劳动。一名名为结束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联盟的组织周二表示，总部设在瑞士的国际奥委会没有提供可信的证据，证明带有奥运标志的服装生产不涉及中国棉花种植区东突厥省的强迫劳动。